馬斯克計劃喺宇宙做算力中心，我估都估唔到啊！山清水秀嘅韶關啊，已經係華南地區嘅算力心臟啦。好多人都唔知道咩叫做算力，其實咧算力咧就等同網絡嘅大腦。我哋日常咧喺度睇視頻啊，或者用各種嘅 apps 啊，全部咧都要靠佢嚟到出力運作㗎。呢度入邊咧就係數據中心嘅機房啦。佢處理嘅數據速度咧可以有幾快呢？我哋眨下眼咋，佢就可以幫我哋將全日嘅快遞單處理晒出嚟啦。好多朋友咧都好好奇，算力心臟點解會揀我哋廣東嘅韶關啊？其實咧呢啲咁大嘅 AI 機房，首先咧佢哋需要大面積嘅空間存放，去儲存咧我哋海量嘅數據，同埋咧具備充足嘅電力去支持我哋嘅算力速度，而且咧80%嘅電力都係靠風電、光伏呢啲綠色嘅能源噶，電價成本咧又比起香港同埋東南亞咧平咗一大截噶。第三，算力鏈路嘅覆蓋面更加大，13條400G嘅全光運力網絡，直達大灣區12條省際1級光纜，暢聯全國，打造華南地區最大嘅算力基地。之後呢，仲可以將算力業務擴展到海外添啊！而廣東韶關就啱啱好集齊晒上面嘅所有優勢。咁有一個咁好嘅環境，先至能夠做到咁好嘅企業咯。咁我覺得如果令到香港嘅企業家佢哋知道電又咁平啦，地方又咁平啦，配套又已經係咁成熟嘅地方呢，我覺得應該係大力宣傳俾佢哋知道。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喺香港，其實真係對內地好多都唔了解，甚至乎係誤解。咁我想揭穿呢個面紗，令到佢哋了解到，原來我哋內地係咁好，甚至乎係比外國更加超前。好似今次咁啊，我哋開3個半個鐘頭，由中山開到嚟呢度，一直冇停過，因為我哋有自動駕駛，我哋有呢個算力去 support，that's why 我哋先至嚟到呢個地方。你覺得非常方便？係啊，我都未見過我老公可以一路揸。如果唔係咧，親身嚟到韶關咧，都唔知道韶關原來咁厲害啊！我係中國香港琪琪，帶你哋去認識全新嘅內地。